Hello，我係 Hindora Living 喜多生活嘅 Doris， 歡迎大家再次返嚟我哋嘅 channel。如果你而家啱先起身，身體仲未完全醒晒，甚至乎感覺到身體仲係有啲攰，冇乜力氣，唔需要急，你唔需要即刻變得精神，亦唔需要逼自己有能量。我哋而家慢慢嚟，慢慢去做呢一次嘅引導冥想。首先，輕輕將注意力帶返去呼吸，吸氣，唔需要好深，只需要自然。呼氣，慢慢放鬆身體，重複吸氣，呼氣，將注意力放喺你嘅呼吸。再一次輕輕吸氣，感覺空氣進入身體。呼氣，讓身體慢慢醒過嚟。唔需要改變呼吸嘅節奏，只需要感受呼吸。將注意力全部集中喺呼吸上面，留意你每一次吸氣同埋呼氣。留意你呼吸嘅同時，我哋慢慢將注意力帶到去你嘅身體，由腳開始，感受一下你雙腳，可能覺得仲有啲重，未完全恢復力量，又或者你感覺到你雙腳好輕，慢慢將感覺向上，感受下你嘅小腿、膝頭哥、大腿、臀部、腹部、胸口、再感受下你嘅膊頭同埋雙手，喐下你10隻手指同埋10隻腳趾，最後
受一下你塊面。你唔需要改變任何感覺，只需要讓整個身體都知道，我已經響度啦。如果你一向都係一個比較敏感嘅人，你可能會開始聽到外面嘅聲音，其他人嘅情緒，甚至係一啲講唔出嘅能量。我哋唔需要否定任何感受，你可以慢慢同自己講，我可以感受到，但唔需要承擔全部。想象一下，你身邊有一層柔和嘅空間，呢一層空間好似一道白光，保護住你嘅身體，讓你可以感受到，但係同時亦都受到保護。而家，我邀請你想像有一啲好溫暖嘅光，由你嘅心臟慢慢擴散，唔需要好強，只需要係一啲微微而又溫暖嘅光。呢一啲光嘅能量慢慢流到去你嘅手，慢慢流到去你嘅腳，慢慢流到去你成個身體。呢一啲溫暖而又柔和嘅光，唔需要好多能量，你只要需要感受到夠用就足夠啦。我哋好好感謝呢一啲能量保護我哋。喺感受到呢一股溫暖嘅能量保護你嘅同時，再次慢慢感受你嘅呼吸，提醒自己今日可以慢慢嚟，唔需要一下子做晒所有嘢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你可以輕輕喐下你嘅身體，開始你美好嘅一日。祝你今日事事順利。如果喜歡我哋 Hindora Living 嘅引導冥想，請你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俾其他朋友啊！希望下次可以喺另一個冥想再見到大家啦。See you next time. Bye bye.